你是否曾经见过一个女人为家庭倾尽所有，却依然婚姻坎坷，幸福遥不可及？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我们拥有现代化的都市，便利的生活，但那些看不见的压力，来自家庭的期待、社会的眼光、传统的束缚，却从未真正离开。多少女性白天在职场拼搏，晚上回家照顾家人，看似坚强，内心却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与疲惫。她们不断付出，却换不来应有的尊重。她们努力经营婚姻，却依然充满风浪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宿命吗？今天让我带你走进一个古老而深邃的智慧世界。我将引用一位学者的观点，陈永华老师，他是一位研究中医多年的学者，对于东方医学与西方科学的结合有着独到的见解。陈老师曾说过，许多人生的困境其实早已在我们的面容上，在我们的身体里留下了蛛丝马迹。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，行于外者必行于内，意思是一个人外在的样貌神态必然反映了内在的状态。当我们看见一个女人面容憔悴，眼神暗淡，那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，更是她内在气血虚弱、情志不遂的外在显现。这是悲剧吗？是的，这是生命的悲剧，是无数女性默默承受的不公。但请别害怕，更别放弃，因为今天我不会只是诉说这些苦难，我要告诉你的是一条化解之道。我要让你明白，即使命运在你脸上刻下了印记，你依然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建筑师，重新设计属于你的幸福蓝图。在中国传统的面相学中，有一个令人心惊的概念，叫做寡妇相。什么是寡妇相？就是某些面部特征，在古人的观察中，似乎与婚姻的不顺、情感的波折有着某种关联。比如说，额头窄小、颧骨高耸、人中短浅、眼神无光，这些特征在传统观念里被认为是克夫或者婚姻不利的象征。听起来很玄，对吧？但如果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这些外在的特征其实有其内在的生理基础。神农本草经里说，形气不正则百病生焉，意思是当一个人的形体气色不对劲，各种疾病就容易产生。中医认为，人的五官对应着五脏，面部的不同区域反映着不同脏腑的健康状态。比如说，眼睛周围发黑，可能是肾气不足；两颊凹陷，可能是脾胃虚弱；额头暗沉，则可能是心肝郁结。陈永华老师曾经在高雄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，这位女士40多岁，为了家庭操劳了大半辈子，丈夫在外打拼，她独自撑起家中大小事务，但长期的压力和疲惫让她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面容憔悴，两颊凹陷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几岁。从东医的角度来看，这位女士的面相变化正是她内在气血亏虚、肝郁脾虚的外在表现。眼睛周围的黑眼圈说明她的肾气不足，长期睡眠不佳；两颊的凹陷则反映出她的脾胃功能低下，营养吸收不良。而从西医的角度呢，这些症状也有科学的解释。长期的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，进而影响皮肤的胶原蛋白生成，造成面部松弛、凹陷。同时，慢性压力也会抑制免疫系统，引发各种身心疾病。但是，请记住一点，并不是所有颧骨高的女人都会婚姻不顺，也不是所有额头窄的人都注定孤独一生。面相只是一个提示，一个警讯，它告诉我们身体可能出了问题，需要调整。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外在的特征，而是我们如何理解它们，如何用智慧去改变、去调理。陈老师曾经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人生就像一栋房子，而你的面容和命盘就是这栋房子的设计图。如果设计图有缺陷，我们不能只是叹息，而是要拿起工具进行改造。那么，改造的工具是什么？就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4把钥匙。第一把钥匙，观察面相脸就是你的健康窗口。中医有一门学问叫做望诊，就是通过观察面色、五官来判断身体的状况。比如说，眉毛稀疏容易脱落，
这在中医看来是气血虚弱的表现。为什么？因为《黄帝内经》说，血盛则发美，血衰则发落。眉毛和头发一样，需要充足的气血滋养。如果气血不足，眉毛自然就会变得稀疏。民间有个简单的食疗方法，每天吃1小把黑芝麻，或者喝1碗当归红枣汤，长期坚持可以补血养气，改善眉毛稀疏的问题。再比如嘴唇苍白没有血色，这也是气血不足的标志。中医认为脾开窍于口，其华在唇。如果脾胃虚弱，运化不良，嘴唇就会失去红润。这些看似玄妙的观察，其实都有深刻的生理基础。现代医学也证实，贫血营养不良的人确实会出现嘴唇苍白、面色无华的情况。第二把钥匙，解毒。库房空虚的面部信号，在面相学中有一个区域叫做库房，位于两颊的位置。如果两颊饱满，代表这个人有福气、有财运；如果两颊凹陷，就叫做库房空虚，象征着缺乏财库，也就是容易破财，难以积累。从中医的角度，两颊凹陷通常是脾胃虚弱的表现。脾主肌肉，如果脾气不足，肌肉就会松弛萎缩，两颊自然就会凹陷。而从西医的角度，两颊凹陷往往与胶原蛋白流失、雌激素下降有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女性的雌激素水平逐渐降低，皮肤失去弹性，面部脂肪减少，就会出现凹陷。第三把钥匙，破解心宫孤独的命盘密码。在中医理论中，心主神明，意思是心脏不仅负责血液循环，更主宰着人的精神、情志。如果一个人心气虚弱，就容易出现情绪低落、焦虑不安、难以维持人际关系的情况。这就是所谓的心宫孤独，不是外在的孤独，而是内心深处的孤寂感。许多婚姻不顺的女性，并不是因为她们不够好，而是因为长期的压力和疲惫，导致心气受损，失去了与他人建立深层连结的能力。第四把钥匙，3层改命法则，改变命运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，必须从3个层次入手。身体层面，通过饮食调理、运动养生，改善气血状态，增强体质。心理层面，学会情绪管理，释放压力，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。行动层面，主动改变生活习惯，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这些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，甚至有点吓人，但请相信，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些道理，你就已经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。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就等于找到了解决的方向。中医说面色苍白，气血不足；西医说贫血，血红素偏低。乍看之下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语言，但其实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。中医的气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西医的血液循环和营养状态。当一个人气血亏虚，意味着他的血液循环不良，营养供应不足，各种身心症状自然就会出现。让我们来做一个具体的比较。东医的视角，通过观察面色、舌象，判断脏腑的状态。比如面色发黄、舌苔厚腻，可能是脾胃湿热；面色苍白、舌淡苔薄，可能是气血两虚。西医的视角，通过抽血检验，测量各种指标，比如血红素低于正常值，诊断为贫血；甲状腺激素异常，诊断为甲状腺功能障碍。两者的方法不同，但目的都是找出问题的根源，然后对症治疗。陈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个案例，台中有一位女士，离婚后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，她整天提不起精神，失眠、焦虑，甚至有轻生的念头。她去看西医，医生开了抗忧郁药物 SSRI， 服用后情绪确实有所缓解，但副作用也很明显，头晕、恶心、性欲下降。后来她又去找中医调理，中医师诊断她是肝郁气滞，开了柴胡疏肝汤。服用一段时间后，她的情绪逐渐平稳，睡眠也改善了，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势。西医见效快，但可能有副作用；中医温和，但需要耐心调理。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选择其中一个，
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，用西医的检验确定问题的性质，用中医的调理温和而持久的改善体质，这样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之道，创造出真正的健康与和谐。黄帝内经有一句话，女以血为本，意思是女性的健康以血为根基，无论是月经、怀孕、哺乳，还是日常的生活，都需要充足的血液来支撑。如果气血失调，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，还会影响情绪、性格，甚至是人际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婚姻不顺的女性，往往也伴随着气血虚弱的问题。她们长期操劳，耗损过度，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滋养，自然就会出现各种症状。那么如何补气血呢？民间流传着许多简单而有效的方法。枸杞茶，每天早上用温水泡一小把枸杞当茶喝，枸杞能养肝肾明目，对于长期用眼、熬夜的人特别有帮助。红枣桂圆汤，用红枣10颗、桂圆10颗，加水煮成汤，睡前喝1碗。红枣补血，桂圆安神，对于失眠、心悸的人很有效。太溪穴按摩，太溪穴位于脚踝内侧，是肾经的重要穴位。每天睡前按摩5分钟，可以养肾气，改善生理机能。这些方法看似简单，但如果持之以恒，确实能够改善体质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当然，我必须强调，这些民间妙方并不能取代正规的医疗。如果你有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一定要去看医生，接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些小小的养生习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调养身心，让身体更加健康，心情更加平稳。当身体安了，心也就安了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台北有一位女士，姓刘，名爱玲。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，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但婚后不久，她发现丈夫性格暴躁，对她不闻不问，甚至有外遇。刘女士为了孩子，忍气吞声，独自撑起整个家。她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顾孩子，还要处理家务，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。长期的压力和委屈让她的身体越来越差，面容憔悴，整个人看起来毫无生气。有一次，她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听了一场关于中医养生的讲座。讲座上，老师讲到女以血为本的道理，还教了许多简单的食疗方法。刘女士回家后，开始尝试每天喝红枣桂圆汤，按摩太溪穴，并且调整作息，给自己留一点休息的时间。慢慢的，她发现自己的气色好了，睡眠也改善了，心情也不再那么低落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她开始照顾自己，她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。她不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，而是开始重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。后来，她鼓起勇气和丈夫谈判，最终离了婚。离婚后的她并没有崩溃，反而活得更加自在。她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，交了新的朋友，甚至在50岁那年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她、疼她的人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命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即使你曾经遭遇不幸，即使你的面容上刻着岁月的痕迹，你依然可以改变。东方的哲学说，知命但不认命。我们可以接受生命中的某些限制，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改变的努力。中医强调调身调心，西医注重治疗症状，但无论哪一种，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活得更好、更健康、更幸福。不是所有的结局都是悲剧。当你愿意改变，当你开始照顾自己，生命的花朵依然可以在深秋绽放。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的面容上刻着什么样的印记，无论你的命盘显示着什么样的轨迹，请你记住一件事，你才是自己生命的建筑师。这栋叫做人生的房子，也许一开始的设计图有些瑕疵，也许地基不够稳固，但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重新装修，可以加固，可以改造。神农本草经说，药之为用，由工之治木也。意思是，药物的作用就像工匠修整木材一样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命运也是可以被修整、被改善的。不要被所谓的寡妇相吓倒，
不要被命盘上的凶星困住。那些只是提示，只是警讯，告诉你需要调整，需要改变。真正的改变来自于学习，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学习如何运用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科学，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喝一碗红枣桂圆汤，按摩一下太溪穴，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，感受自己的呼吸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把所有的精力都给别人，也留一些给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，有能力创造幸福。当你真正理解了，当你真正知道了，当你真正行动了，命运就不再是枷锁，而会变成翅膀，带着你飞向更辽阔的天空。